寡人将你视若瑰宝，绝不要一丝一毫的勉强。睡吧。言他可治疗风湿关节痛，却不知他对咳嗽有奇效。姐姐不妨试试。难得妹妹如此体贴，姐姐领情了。还有一事，姐姐一直牵挂于心。芈月妹妹尽心尽力服侍大王这些年，可却一直在八子的位分上，真是太委屈你了。姐姐原本打算等景氏生产后，让你与景氏一起提位分，谁知那景氏的孩子却没保住，只好搁置了。姐姐一直也犹疑，大王有10几个公子公主，还有嫔妃若干，个个都不是好相与的。姐姐不用说了，妹妹不在意位分之事。既然让姐姐为难，那我们何必又要去自寻烦恼？只是妹妹，姐姐不必再提此事，妹妹领情了。八国和察国这几日派使者来到咸阳，说蜀国和楚国勾结，欲灭察国，再灭巴蜀，要我大秦派兵救援。可巧，这个张子却上奏章，希望出兵攻打韩国。公孙衍因为兵败函谷关，被魏王驱赶出魏国。他去到韩国，却得到韩王的重用。张子前仇未报，所以才提出攻打韩国的吧？你说，寡人应该往何处用兵啊？大王不该问我，妇人不敢整。吃糖不就挖妥了吗？笨蛋！笨蛋！你是废物！杀了你们！让一让！笨蛋！废物！让一让！让一让！干哥哥，干哥哥，我来帮你。走开！我不需要你帮。当儿，既然继儿有了主意，你暂且让开。蛋哥哥，木球。我不要！我不要！继儿，到父王这里来。继儿告诉父王，你这个用水取球的主意是谁教给你的？是继儿自己想的。继儿这小小年纪，要是没有人教他，他哪里想得出来这么好的主意啊？夫子言：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。继而想，木球比舟船轻得多，水可载舟船，定可载木球。触类旁通，举一反三，继儿聪慧，是寡人的好孩儿。芈月，你这。
打我！你可知道我是谁？你欺负弟弟，就仗着身材比他们高，力气比他们大，遇到身材比你高、力气比你大的人，你只会说：“你可知道我是谁？”你是谁呀？我是。你给我等着，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把你打趴下，叫你跪着向我求饶。好，这句话倒像个好汉。那我就等你长大，练好本事，来找我打架。公子，姐，滚开！给我滚开！都给我滚开！公子，快跟上啊！公子。夫人知道公子要回来，早早就熬好了桃花粥，等着公子了。春吃鲜花，夏吃果，秋食野菌，冬喝汤。你在军中辛苦了，春天喝点桃花粥是最活血养颜的。母亲为孩儿太操心了。花儿，母亲听说刚才你在园子里打了公子当。哦，他以大欺小，应给他点教训。何必管那闲事儿，得罪了王后啊！啊，既然已经得罪了，就得罪了吧。那日，魏夫人把小冉抓走，要施宫刑。妹妹四处告救无门，只好拿着梦莹的令符去找大王。姐姐知道妹妹一无所有，我只是想用自己的命去换小冉的命罢了。更何况我虽主动侍寝，但大王知道了我的苦楚，与我只是同屋而眠，并非同榻。你说什么？你与大王并非同榻共枕？是。玳瑁姑姑，你好大胆！玉儿是我妹妹，她受了这等委屈，你竟然隐瞒于我，害得她不得不违心去找大王求情，你是何居心？王后自己也有难处，你少狡辩！我与月儿同气连枝，他们害月儿就是在害我，这事还不都怪你？姐姐，那日我也不想牵连姐姐的。好了，妹妹，你过来。祸兮福兮。其实，当我得知大王临幸你，姐姐心里还是替你欢喜的。早先，你总说你要走，姐姐唯恐哪一日，我们姐妹就真的分开了。现在可好了，你可以安安心心地留在宫中，我们姐妹从此长相厮守，互相帮衬。珍珠，去禀报王后，大王昨夜临幸了芈月。你说什么？大王昨夜临幸了芈月。可芈月与我有约，只协助我主持后宫事务，绝不侍寝。他若是真心想侍奉大王，我早就可以给他安排了呀。都怪奴婢愚钝。前日，芈月曾因弟弟魏冉犯了宫规，而被魏夫人要挟，求告王后出面搭救。奴婢怕魏夫人借此事滋生事端，算计王后肚子里的孩子，就没让芈月见你。不料，她转身竟然干出这种事来，这就是姑姑的不对了。芈月有难，姑姑怎可趁人之危故意作对？不是奴婢要与她作对，只是她的性情跟手段实在让奴婢替王后担忧啊！此话荒唐。王后想想，自打进宫，芈月表面上事事依附于王后，实际上她事事抢了王后的风头。芈月绝非是甘于久居他人之下的女子，一旦有机会上位，她定会成为王后的劲敌。
因此，奴婢本想借水推舟，把芈月赶出秦宫，没成想这一推，竟将她推到大王的睡榻上去了。姑姑不必自责了。大王，你吹奏的是楚国情歌，乡间民谣罢了。听曲调，这本该是男女欢爱之曲。芈月吹奏得如此伤感，想必是在悼念心上人。芈月，君前失仪，望大王恕罪。